喂，碗龍，喂，呀，哇，喂，又翻身咯，喂，哇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就係個開箱實測系列。今次我要開箱呢一個 CX18 碗龍鼓邊啊！哇，終於到咗啦！可以呢隻嘢咧，目前我都係得一隻喺手啫，暫時啊。而我係抽到黑色呢一隻嘅，所以但係其實我見黑色呢一隻好似係以數據嚟講係最好嘅一隻咯，同埋好似話係好實淨嘅呢隻嘢，所以我哋而家就開箱嚟睇下先。就介紹下呢隻碗龍鼓邊先啦。呢隻碗龍鼓邊咧就係一隻持久型陀螺嚟嘅，佢係一隻 CX 擴充系統嘅陀螺啦，而且佢係有塊 W 環嘅，就係三頭犬塊 W 環，所以咧只要買到呢一隻咧，就一定有一塊 W， 因為佢三隻配置係絕對係一樣嘅，所以咧買到嘅話就有一塊 W， 同埋有個新嘅軸心 NR 底，好唔好用咧？陣間就知啦。好啊，我哋而家馬上開箱。好啊，我哋開完箱翻嚟啊，就係呢一隻 CX18 碗龍鼓邊啊！哇，個樣好靚，因為我啱先揸上手啦，我搖過，其實佢好實淨，真係完全聽唔出有聲嘅咯，黐線好硬。我哋開箱俾大家睇下先。首先就係碗龍嘅紋章啦，呢個係普通嘅紋章嚟嘅，冇乜太大特別。跟住就係鐵啊，呢個鼓邊嘅部分啦，佢係由4塊刀印組成嘅，跟住咧，而且佢有2個少少嘅倒勾啊，大家可以見到，所以咧有機會係可以做到一個反擊，而且佢另外兩邊刀印都相對平滑啊嚇，果然係一隻持久型陀螺，應該唔差嘅，我覺得以持久力嚟計。跟住輔助印 O 啊，佢係有一塊5塊刀印，好平均嘅一塊上機印嚟嘅。佢呢塊咧係冇偏重嘅，但係5印搭4印咧，我覺得有啲怪咯。而且佢碗龍鼓邊後面呢個位咧，明顯見到大家可以見到呢度係有個勁明顯嘅偏重啊，所以咧重係重喺呢一塊刀印度，所以咧有機會有個反擊嘅刀印喺度啦，所以我覺得要試下先知，真係。跟住就係大家最渴望嘅，有啲人 CX 神器 W， 因為 CX 陀螺裝上呢一塊 W 都唔會差嘅，無論係攻擊、防擊定持久機。但係呢塊係透明黑嘅 W 嚟嘅。跟住去到輪盤啊，輪盤係同Model幻象一樣嘅570啊，就冇乜特別㗎啦。跟住呢個就係重頭戲，第二個重頭戲 NR 底啊，佢個軸心咧其實係 W， 不過變掘咗，變圓滑咗啫個頭。但係我覺得整體咧，佢個支撐力應該唔會差，因為佢都幾粗下，同埋佢而家得幾嚿齒輪，我覺得爬山應該易咗嘅，對新手嚟講應該易爬山嘅，幾適合爬山添我覺得。所以我覺得呢粒底應該有啲用處啊。而且我見到有其他人咧放落鯊魚度嘅效果好似唔錯，所以我覺得可以試下呢粒底。跟住嚟到重量方面啊，嚟磅一磅重先。普通紋章1.8喎，幾高喎。跟住就係輔助印3.6，我應該買個有厚多一個小數點嘅磅，呢個唔好意思，嗰陣時冇錢買咗個普通磅。27.9，好似都唔差，頂重咁滯，唔差。跟住下機人7.2還好，跟住就係輪盤6.7，最後就係軸心啦，軸心1.8，哇，同個紋章一樣重喎，就成隻組裝翻俾大家睇下，再次磅一磅重先，成隻就係40.4至40.5度，不過都以 CX 陀螺嚟講，而家啲陀螺基本上都開始上到40嘅重量㗎啦，所以我覺得唔意外，差唔多算係正常啦。呢隻嘢係啦，唔知實際對峙係點咧？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隻碗龍鼓邊或者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幫條片個 like，記得訂 share 埋出嚟，咁嘅話就會有更加多類碗龍鼓邊嘅片㗎啦。我哋而家馬上開始對戰。首先第一隻就係我哋嘅Model幻象對碗龍鼓邊，第一場 3、2、1 go！ 啲人話Model幻象係碗龍鼓邊係可以轉得人Model幻象，就試下係咪真㗎啦。不過啱先2下打擊好勁，因為碗龍係有逆印，所以我覺得
就係靠呢幾下啦。但係碗龍白白地喎，大佬。碗龍冇乜力啊！大家都係原裝嚟㗎，講聲先。1-0，第二場 3、2、1，go！ 一個出界，一個抽咗底，不過冇甩出嚟。2-1，第三場 3、2、1，go！ 上線，抽咗底，打唔到持久，但係打到擊飛，笑死！4-1，估唔到啊！咁都呃到個首勝。第二隻俾少少難度，但係輕強啲嘅都係窿邊格仔餅對我哋嘅碗龍古邊。第一場窿邊格仔餅係低豪式 3、2、1，go！ 一個極限衝擊冇用。兩個都得外圍啦。碗龍定中，頂到。窿邊格仔餅而家定中啦。碗龍靠佢發地嘅特性揀錯，因為佢始終嚿鐵係偏重心，所以有機會定中嗰陣時咧，好在啱先發咗一下，同埋啱先就咁樣靠佢定翻正隻陀螺，好少少。1-0，第二場 3、2、1，go！ 窿邊格仔餅一下，但係對碗龍冇乜作用喎，睇嚟碗龍仲係好穩陣。其實碗龍都幾穩，雖然5印搭4印。2-1，第三場窿邊格仔餅而家係高模式 3、2、1，go！ 哇！呢下力好硬，係碗龍對碗龍冇乜太大作用。好啊，翻落嚟啊！碗龍其實碗龍係穩嘅喎。3-0，第四場 3、2、1，go！ 碗龍，抽咗窿邊格仔餅抽咗碗龍底喎，呃翻2分先。3-2，第五場3、2、1，go！ 直接進攻啊！頂到喎，今次頂到，一個好輕描淡寫 explode 出嚟，冇事，頂到啊！碗龍頂到，4-2，跟住打大哥啊！黑碎1，巴哈姆特閃擊對碗龍古邊，第一場3、2、1，go！ 巴哈姆特閃擊撞到碗龍加速，但係碗龍好穩。係咯，佢上線都唔會特別加速嘅，所以幾好佢粒 N 啱，同埋好穩。1-0，第二場3、2、1，go！ 哇！呢下靚，4-1，第三場3、2、1，go！ 頂到，但係巴哈姆特冇力啊，好型啊！先嗰下2-2。第四場3、2、1，go！ 巴哈姆特再嚟多下，頂到連擊，但係頂到3-2。第五場3、2、1，go！ 硬錯邊啊！哎呀，冇啦，冇晒力嗰度。如果佢調翻轉係印呢邊嘅話咧，就有機會啦。但係佢印呢度咧，撞到咁長度，所以冇用。4-2，好穩陣喎！嚟到啊，黑衰2，子彈施咒，彈丸施咒對我哋嘅碗龍古邊。第一場3、2、1，go！ 好重嘅施咒，拉唔喐，一隻手拉兩隻圖好辛苦。分身彈咗出嚟啦，係咁喺外圍兜圈，硬自己個本體，硬到個分，硬到阿碗龍啦。呢個分身算係咁噶啦，冇特別厭仔呢個分身。硬到個本體啊！棘死佢，棘到個本體。係棘到個本體嘅。1-0，第二場3、2、1，go！ 又打咗出嚟啦，又喺外圍兜。哇！佢一嘢硬飛個本體，重賽。第二場3、2、1，go！
個本體有啲料到。喂，又彈出嚟啦！果然 CX 嘅陀螺都可以壓到個分身出嚟。個分身有啲厭仔啊！今次係咁係壓住個本體，因為 CX 高啊，所以咧基本上都壓到個分身出嚟。2-0，第三場 3, 2, 1 go！ 今次冇甩啦，其實唔甩係直好過甩嘅。哇！踩頭頂，好耐冇見佢踩頭頂。今次個分身有啲用啊！今次個分身擊爆勝利，2-2。第5場3, 2, 1 go！ 隻分身點解先就咁白嘅？甩咗出嚟啦！哇！硬個分身硬個本體上線。今次夾攻啦，夾擊都好，但係好似冇乜力咯喎。棘死佢，棘死個分身就係但係都棘死埋自己喎。最後OK 3-2。第4場3, 2, 1 go！ 你已經唔記得第幾場？哎呀！呢個真係冇計，甩出嚟自己跳咗出極限區，真係冇計呢個送分。哇！咁勁嘅玩龍，6-2。最後再嚟多隻蒼龍突擊對我哋嘅玩龍虎鞭。第一場3, 2, 1 go！ 今次呢個大力，X 應該得算，再嚟啦！因為玩龍其實唔輕，雖然突擊好似仲重啲。但係防禦嚟講，因為有塊 W 做緩衝，所以都頂到幾多下。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！ 呢個真係冇計，抽底2-1。第三場3, 2, 1 go！ 頂到玩龍爬山，再爬，抽突擊想進攻，但係俾玩龍避晒，因為而家冇得好似話咁樣跑梅花。2-2。第三場3, 2, 1 go！ 一個扔，再扔到腳，再扔到腳，冇事，如果唔抽底係都 OK 啊，爬到山添。3-2。第四場3, 2, 1 go！上線冇事，再壓到腳，再行到腳，反向印冇事啊，滴到啊，穩贏，好嘢！我哋4-2啊，恭喜晒玩龍虎鞭！好啦，我哋嘅對戰就玩到呢度啊，唔知大家覺得呢一隻玩龍虎鞭點樣咧？我覺得呢一隻玩龍虎鞭咧，哇，佢有啲料到，真係有啲料到。以 CX 陀螺嚟講，佢係有啲料到。不過因為好大程度嚟講咧，佢係靠塊 W 環同埋粒軸心嘅。我覺得軸心嚟講咧，佢係爬到山嘅，因為我見到佢打突擊嗰陣時，後期都自動半爬山咁滯。所以呢隻嘢爬山係冇問題，而且佢上線咧，佢就算加速上線咧，都唔會自走嘅。所以我覺得呢粒底係用得嘅。跟住咧 W 環就唔使我講啦，雖然佢係透明嘅，但係如果你冇嘅話咧，你整一塊都 OK 嘅。係啦，玩龍方面咧，我覺得佢刀刃嚟講，因為佢始終係偏重心，而且啱啱先可以見到咧，佢到平地中間嗰啲位，佢係咁喺度發，所以我覺得塊刀刃咧要再諗過。不過上面呢塊輔助印可能比巴哈姆特 OK 嘅，因為5印對5印啊嘛。而家好似有好多5印嘅陀螺，所以我覺得可能遲啲又有啲 CX 擴充鯨魚咁樣咧，又整塊5印落去，我覺得 OK 嘅。其實呢塊可以 keep 住，因為5印都係平均，佢冇呢塊輔助印係冇偏重嘅，所以如果擺落巴哈姆特度嘅話咧，有機會可以幫佢扶翻直隻陀螺。係啦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我哋今日呢下到先係自己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下留言啦，記得訂閱同埋中睇下 YouTube 嘅時候，仔上下 share 俾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